主内兄弟大家老早平安。时间已经到啊吼，这几天拄着清明连假吼，咱足侪兄弟姊妹可能嘛有安排转去南部，还是出国吼。咱嘛保守因伫路途中间会当平安吼。咱只是要开始咱今礼拜，咱下头同心来祈祷。愿意天父，感谢你，伫你主的圣日内底，阮兄弟姊妹搁聚集伫你的殿院，做阵同心来敬拜你。求主你圣神也甲阮众人同在，将今日礼拜，阮嘛恭敬奉献伫主你的手中，互阮的侍奉，也是礼拜，拢咱得主你的荣光。阮的祈祷，拢会靠主耶稣圣全名来求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来，咱今日练诗的时间，咱第一首诗来唱圣诗第28首。圣诗第28首，天父看到赤鸟跋落。这首诗咱拢真熟吼，嘛是主日学一时常常咧念的诗歌啦吼，所以咱大家做伙欢喜来唱，做伙来。天父看到赤鸟跋落，伊可怜忍艰苦。伊安尼听细只鸟啊，伊也一定听我。来，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细只鸟啊，天父一定听。第一再过来一遍。天父看到赤鸟跋落，伊可怜因艰苦。伊安尼听细只鸟啊，伊也一定听我。来，做伙来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细只鸟啊，天父一定听我。我记我细汉啊，主日落时，吟着这首诗歌，甲副歌时，大家就足兴奋的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。咱今日其实是中秋主日，咱看到咱遮有足侪中秋的装塔。中秋主日嘛是耶稣受难周的开始。但是伫中秋主日迄天，并毋是气氛，毋是真无好。其实迄天是真欢喜的气氛，因为啥啦？耶稣骑驴啊，要入城，百姓安怎讲？和散那，和散那。以色列人600几年来亡国，到迄天因看到一个新的愿望，一个新的王要入来。耶稣学生嘛足欢喜，欢喜安怎？毋知我要坐正边，还是要坐耶稣的倒边，后摆要升官，所以因嘛真欢喜。所以其实伫中秋主日迄天是一个欢喜的日子，大家拢真快乐。咱咧唱这首《天父看到赤鸟跋落》时，咱要用这个心情来唱。第一再过来一遍。来，天父看到赤鸟跋落，伊可怜因艰苦。伊安尼听细只鸟啊，伊也一定听我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细只鸟啊，天父一定听。第二节。伊予山顶的百合花，现翠水色好看。
主那照顾草木芳花，我知伊也听我。天父听我，天父听我，我知天父听我。我知伊听世界鸟啊，天父一定听我。好，咱过来吟另外一首诗，圣诗第91首。有一个城离咱真远，圣诗91首其实是伫描写耶稣要受定迄时，盼着十字架，行伫各各他山的路顶。这个作词者是一个英国的诗人，伊就将迄天的情形用这首诗歌来表示。其实这首诗歌伫咱古圣诗117首尾嘛有，但是调无共。我找足久找无原因是安怎？咱新圣诗把这个调怎改过？其实117首尾旧的调，伫各国的圣歌队也是各种宗教音乐内底，拢定定咧唱这首诗歌，用官方称用啥？所以咱若这个月这是月圣诗嘛吼，后摆有时间的时，会使过来唱咱古早的调吼。这个是新的调。这个词就是讲到，伊讲有一个城离咱真远。有山伫迄城外，伊可能讲到耶路撒冷；有山伫迄城外，讲的就是各各他。伊讲咱的主伫遐受定十架，伊伫遐死救你甲我。请咱来吟这首诗歌，有一个写。有一个城离咱真远。有山伫迄城外，咱主伫遐受定十架，伊是救你到第2节。咱话要讲，也袂话在，救主遐大苦痛。只有在伊受定十架，实体有罪人。第3节，救主听痛，实在真亲，咱着真心敬听。我可无会小咱罪过，担着对主来行。过来，迄受难周，我想咱每一天来纪念主为咱来顶伫十字架顶为咱来牺牲，正这个事，有一个城离咱真远。咱过来吟上尾7首诗。圣诗第574首，这嘛是咱真熟的诗歌吼。第1节。明日水有心可主，艰难中也心可主。虽然我的心真诚，心可主就得稳定，心是刻心可主。日子快过着靠主，无论啥事地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。
每日酒信靠主。我想在咱人生中拄着艰难，这是免不了的代志。在这首诗歌中，甲咱讲，咱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的心真浅，信靠主就得稳定。我想这是咱基督徒每一天。其实大家若看到这句话，伊讲虽然咱的心真浅，我想对每一个基督徒看到这句话时，拢会讲歹势，我实在心真浅。但是伊讲咱信靠主就得稳定。特别来日子，我想希望大家都是靠着信靠主来得到稳定，来得到恩惠。咱过来念第一节。每日只有信靠主，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的心真浅，信靠主就得稳定。心是刻心靠主，日子快过着靠主。无论啥事在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。第二节。求主诚心献出光，叫我做人活得长，受你带我稳当，信靠主做得头棒，时时刻刻心靠主，日子快过着靠主。无论啥事在包围，心靠主就得稳。无论啥事在包围，无论啥事在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。无论啥事在包围，心靠主就得恩惠。请咱闭目先来开始咱今日敬拜。
我的心神啊，你着懊恼耶和华，凡那伫我内面的，也着懊恼伊的性命。我的心神啊，你着懊恼耶和华，毋通袂记伫伊一切的恩惠。这是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91首，有一个城离咱真远。有一个城离咱真远，有山伫迄城外，咱主伫遐受定世界，伊死救你甲我。圣诗91首，请起立，并全首。有一个城离咱真远。有山伫遐外，咱主伫遐受定世界，伊是救你甲我。咱袂晓讲，也袂话知，救主我大苦痛。只有在伊受定世界，是替有罪的人，求主听通记载真清，咱着天生光荣。我可无悔，叫咱罪过。对主来行，请坐。这是咱做伙来读使徒圣经，伫周报第7面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，受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咱来启应，启应文第49篇。这个圣诗后壁49篇。以赛亚书55章，咱做伙来启应。来，喙焦的人食有水；来买酒，来买啉。恁若着开钱买袂食滴的面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趁找会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。天比地价偌悬，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价遐悬。雨甲雪对天降落，无搁倒转。
要互野种的有种子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。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。以前有刺激的所在会发青白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。咱搁来吟诗，圣诗28首。天父看到七鸟跋落，天父看到七鸟跋落，伊可怜因艰苦。伊遐尼疼细只鸟仔，伊也一定疼我。天父疼我，天父疼我，我知天父疼我。我知伊疼细只鸟仔，天父一定疼我。圣诗28首，请起立。天父看到七鸟跋落，伊可怜因艰苦。伊遐尼疼细只鸟仔，伊也一定疼我。天父疼我，天父疼我，我知天父疼我。我知伊疼细只鸟仔，天父一定疼我。伊予山顶的百合花显出水色好看。自那照顾草木芳花，我知伊也疼我。天父疼我，天父疼我，我知天父疼我。我知伊疼细只鸟仔，天父一定疼我。上帝创造鸟只花的梦，已经遍弥大海。伊真关心故意世界，疼痛世间万人。天父疼我，天父疼我，我知天父疼我。我知伊疼细只鸟仔，天父一定疼我。请坐。献诗，请主礼哦。
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一直赏赐教业恩典伫阮的生命当中，互阮虽然拄着逐项的挑战，犹原经历你同在的平安。今仔日是樟树主日，是主正日圣城光荣的时刻，同时也是苦难的时刻。求主提醒阮常常检讨家己的心，互软弱黑暗的心，求主来光照。求主帮助阮生存谦卑的心，为家己所犯的罪来到主的面前，主来认罪悔改，求主赦免，带领阮找求你的话语。赏赐圣神，帮助阮所做的拢合主的旨意。阮要为着教会拜五要举行东山区的受难日联合礼拜祈祷，求主组织咱做伙来思想你为着咱定十字架的意义，用主的宝血洗清咱的心。教会4月15、16要前往宜兰的野外礼拜，求主伫阮甲大自然连中的主来亲近，愿上帝看顾求庇一切顺利，出入有主的看顾平安。台湾的疫情渐渐流感化。恳求主继续医治，赐平安，互确诊的人甲家庭，也为着教会有病痛、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看顾。主也帮助阮用谦卑的心，甲你相拄。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免。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6节。创世纪15章第1节，现着我来读。这个代志了后，耶和华的话伫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讲：亚伯兰啊，你毋免惊，我是你的盾牌。是你极大的报赏。亚伯兰讲：主耶和华啊，你要互我什么？我已经无囝，心食我的家业的，就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阁讲：你无互我有后嗣，后裔。迄个生伫我家内的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阁临到，甲伊讲：即个毋是要做你的后嗣，对你本身出的才是做你的后嗣。就带伊出去外面，讲：你看天，算遐个星，你算会了也袂。阁对伊讲：你的后裔也要亲像安尼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伊就甲伊算做伊讲道。请科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拢来看顾、保守阮，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恩典疼痛。这时刻，阮恳求圣神运行伫阮中间，透过主你的话语帮助阮，互阮灵命得到成长。
互阮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内面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也看到教会布置，咱知今仔日是棕树主日。棕树主日是咧纪念着主耶稣带着门徒，以及伫身躯边有一阵咧军队百姓，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内面去。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是要准备过即个搬过节的即个活动。嘛是因为伫迄个时刻，侪百姓伫边仔，因就挽迄个棕树枝，将即个棕树枝铺伫即个耶稣要行的即个路程的顶面，来迎接耶稣以及所有的门徒甲军队的人。所以棕树主日，咱记载伫福音书的内面。那对棕树主日即天开始算，伫咱基督教教会历史顶面，咱甲号做是受难周。这是根据福音书内面所记载，伫耶稣传福音的一个上尾即个礼拜。伫即礼拜内面，耶稣入去耶路撒冷。耶稣伫世间传福音的即个任务，嘛伫即个礼拜要结束。咱伫拜五，咱要伫教会举行受难日的圣餐以及联合礼拜，是要来纪念耶稣伫过去的即个日子内面，带咱行即个路程，互咱来孝念，来纪念。来连接耶稣为咱牺牲的这件代志，所以受难周对咱的意义是，互咱伫信仰内面会当来反省的一个礼拜。伫即礼拜内面，人讲咱袂当去参加宴乐，迄是因为咱要甲耶稣同行这段路站。所以咱透过伫受难周的即礼拜内底的每一天，咱来明白耶稣为咱受难的意义。伫咱生命内面，咱有侪苦难；伫咱生命内面，咱互即个罪恶所限制伫的。耶稣找伊的独生囝，上帝找伊的独生囝耶稣来到咱的中间，互咱有即个盼望，互咱当了解即个拯救的恩典要降临伫咱的身躯顶。所以邀请大家伫即礼拜，咱会当伫每一天内面，咱来思想耶稣受难对咱每一个人的意义。咱今仔日要继续来看创世纪第14章、15章。咱看到亚伯兰受到上帝呼召了后，伊带着全家的每一个人，伊款伊的行李。带着伊所有的财产产业，行往一个未知的路程。伫即个路程顶面，咱看到亚伯兰毋是行了真顺遂，伊拄着挑战，伊拄着引诱，伊拄着一寡的考验之地。总是伫亚伯兰的这段路程内面，伊敢若还未真正完全来倚靠上帝。所以伫即个时刻，咱会当看到伊的信心，敢若还阁无够野。亚伯兰悠然用家己的想法来面对伊头前所看到的一切的环境。咱会当看到亚伯兰咧经历到埃及的事件，咱咧看到亚伯兰甲伊的路程咧分开的即个代志。过了后，亚伯兰继续咧回应着上帝呼召伊的即个旅程。咱若对14章，今仔日咱无读的经文，咱若转去咧看14章的时阵，14章敢若是一个独立的一章，伊甲创世纪内面其他的文献其实无真有直接的关系。14章的出现，是因为伫14章12节到16节内面去提到即个路德，迄是因为13章讲到路德的代志了后，
咱也来看14章，大约安尼分，伊是咧报道一个4个王甲5个王，因即个国际中间的一个战争之地。但咱看到，身为罗德的缘故，亚伯兰伊参与伫即场的战争的内面。上尾是亚伯兰去拄着撒冷王未记洗德的代志，所以亚伯兰经过了即段的战争的即个代志了后，咱看到14章内面记载着，伊赢了即场战争，伊嘛摕到真侪战争了后咱讲的即个战利品伫咧。亚伯兰拒绝了索多玛王，讲索多玛甲讲，你会当摕你爱的物件去，总是伊拒绝。等到伫14章的上尾，咱看到亚伯兰伊做了一个信仰的确认，就是伊无倚靠迄个俗世的王，伊敢若倚靠伫上帝，因为亚伯兰熟悉耶和华上帝的名，伊嘛甲即位帮赞过伊、带伊头前路站的上帝，伊手抓过。虽然咱看到亚伯兰有真侪产业，咱讲伊是一个好野人，总是上帝所赏赐伊的福分，毋那是安尼。伫14章的内面，伊赢了即场战争，伊嘛赢了真侪名声。不过，伊将遮所有的功劳归伫互上帝所赏赐的恩德。亚伯兰继续行伊的行程，伊毋是四过乌白行，伊咧行是有上帝引带伊头前咧行。互亚伯兰会当安尼继续向前行，是因为伊要行即个道内是上帝应允。不过，咱看到伫即个时刻，亚伯兰也未看到上帝应允伊的代志。上帝应允伊甚物？上帝应允讲要互伊真侪子孙。上帝应允伊会当摕到迦南即个土地。总是经过14章伊迄个战争了后，亚伯兰的心中可能不安，伊可能有一寡烦恼，伊可能会惊吓。伊的安尼的状态是因为伊无法度确信。伊会当真正得到对上帝遐来应允。伊可能的烦恼是，伫刷落来遮个旅程的中间，伊可能会丧失伊的性命。所以亚伯兰，伊可能伫迄个时刻，伊咧认为讲，一切拢无改变。迄个无改变是因为伊质疑上帝的应允，敢真正会当伫伊的生活内面来实现呢？但是上帝甲讲，你毋免惊，我要保护你，要互你极大的赏赐伫咧。咱翻头来看，上帝呼召亚伯兰甲伊的某撒来的时，伫迄个时阵，圣经内面记载讲，伊未当生，所以亚伯兰伊真大的愿望是。上帝要赏赐伊真侪子孙的即件代志，上帝赏赐伊要有子孙，对比着伊未当生的即件代志，这个是对亚伯兰讲是一个真大的赏赐伫咧，互因伫即个绝望的处境的中间，活出有一个未来的愿望伫咧。不过，当即个时刻，上帝甲讲你毋免惊的时阵。亚伯兰伊无讲话啊，伊所讲的话是上帝咧抗议。伊安尼讲：至高的上帝啊，既然我无后生，你互我的赏赐有啥物路用呢？我唯一的继承的是迄个以利以撒，你无互我后生，所以对我厝内面所出的一个奴仆的囝。伊要来继承我的产业，那呢？你所要应允我有侪子孙的即件代志，到底是真的也是假的？
上帝甲讲，上帝讲，迄个罗卜以利沙袂是伊袂当成做你的继承的人，只有你亲生的后生，才是你真正会当继承你所有产业的人。当亚伯兰伊可能伫即个时期，还搁咧怀疑上帝，迄是因为上帝呼召伊离开哈兰的进程，伊的太太袂当生，但是因为上帝的应允，互伊一个茫伫咧。当伊甲罗德分开的时阵，迄时阵上帝搁一摆详细甲说明讲，毋但是要享受你有侪子孙。也阁有土地部分嘛是要互你的，以及你的后代。所以当亚伯兰伫即个时刻提出伊的怀疑的时，上帝甲讲，上帝真明确甲讲，你会有后生，而且是对你所出的，是你甲撒来亲生的后生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捌甲上帝讲过话无？也是讲，你甲上帝祈祷，你发觉讲敢若拢无结果呢？也是你问上帝问题的时阵，上帝拢无互你答案，互你伫遐等啊等。所以你会讲，你有一个疑问讲，上帝哪会无要回答我甲伊讲的话，也是我所问的问题呢？伫顶礼拜，我甲大家分享。我伫美国的迄个时阵，我问上帝最的问题。伫迄个时刻，上帝拢无回答我。迄个时刻，我愈想要知影上帝安怎互我伫迄个困境的内面。上帝无互我知。不过了后，我明白啦，上帝的恩典一直拢伫的。因为伫迄个时阵，上帝差遣侪人来帮助我。来供应我所需要的，但是迄个时期我却无去了解，无去发觉到这件代志。迄是因为我犹顾用我家己想要知影，我想要知影我来到迄个所在的目的是啥物。我伫遐一直咧问，一直咧想。实际上，我想过侪的答案的。不过，我犹久毋知影上帝到底对我有甚物款的心意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现主时，恁敢有甲上帝讲话吗？也是讲，咱照着祈祷，咧向上帝诉说你的问题、你的犹疑，以及你想要得到的迄个结果吗？实际上，咱向上帝讲话的目的，侪时阵拢是咱要对上帝遐去得到什么，然后咱讲了，结束离开。咱毋是真正要听上帝对咱来讲话，所以有人安尼讲，咱只有拄着遐病痛，也是咧面对艰苦困难的时阵。咱再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来向伊讲话，向伊祈求。其实这无啥物毋对的，咱真正拄着困难，咱爱来到上帝面前。总是安尼无够。比如讲，你若需要一项物件，你要甲朋友借一台车来开，伊才敲电话互朋友甲伊借车。那呢，你甲迄个朋友无真正的关系伫地。你是干那要用伊的车尔，真正甲伊有关系，是你用你宝贵的时间。这个宝贵的时间，就是你愿意用这段时间，甲伊做伙分享，互相听对方所讲的话。那呢，恁才有法度真正来明白、来了解。咱要明白朋友的目的，就是真正要甲伊互相来了解。所以，当咱有需要的时阵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向伊祈祷。
设使咱只是安尼尔的时阵，咱才伫即个时刻来找上帝的时，那呢，咱甲上帝关系，敢会真亲密吗？咱上帝讲话时，咱嘛爱来听上帝对咱讲话的声音。所以，当咱咧祈祷，咱咧上帝讲话，毋是咱讲了结束，咱就离开。咱爱有一段时间安静，咱有一段时间，互上帝来对咱讲话。当阿伯兰，搁一摆听到上帝亲身甲讲只有你亲对你遐所出的囝儿，才是你的继承人的时阵，伊个上帝带伊到外口，看到迄个天顶的所有遮的星，做到袂当算的遮的星，然后甲讲你的后代要甲遮的星共款做。阿伯兰伫即个时刻听到上帝会该讲的话，嘛亲目睭去看到上帝所应允的代志。虽然这个代志还未发生，总是伊相信上帝一定会实现伊的应允。当阿伯兰相信的时，上帝认定伊就是义人。所以上帝搁甲讲我带你离开巴比伦的迄个时刻，就是要将即块土地赏赐予你，做你的产业。但是阿伯兰虽然相信虽然上帝称作伊伊是义人的时，伊还阁有一寡怀疑伫的。伊问上帝讲：至高的上帝我怎样会当知我一定会得到这片土地呢？阿伯兰所问的问题，有可能是反映出一件代志，就是伫伊迄个时期，伊厝内底人口无够多，所以人口无够多，就是查甫无够多。伊若要占即个迦南地，可能是有困难的。但是上帝无直接回答伊，上帝爱伊准备3岁的牛、羊、钱仔、班价。阿伯兰就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做。圣经的记载这段是甲迄个早时、迄个古早时的即个文化有关系。伊将牛、羊破做平，一对一对摆咧伫咧。这个是当时一个立约的仪式伫咧。立约的人对一个遮所有破开的即个钱仔动物遮的中间行过的时阵，是咧表明家己若无遵守即个约，来亲像互破开的动物共款。圣经描写着，当日头落山，上帝互阿伯兰困去，迄个黑暗大wat过来。上帝对阿伯兰所问的即个怀疑，讲我要安怎得到土地的即个问题，咧表明是将来，是伫阿伯兰做护士，当因徛脚伫外地，转来到迦南地迄个时阵，就要赏赐互伊。圣经安尼描写讲，伫迄个暗暝的内面，上帝甲阿伯兰立约的动作会更加明显。因为带着烟的火炉，以及咧烧的遮的火把，迄个光照着迄个摆咧真整齐的即个破平的动物的中间，火炉经过，对中央经过，上帝伫迄个时刻，伫迄个时阵，甲阿伯兰立约烟甲火。迄方顶伫上帝的临在，上帝对迄个破平的肉甲鸟的中间经过的时阵，是上帝伊一定会遵守即个约。伫上帝伊应允讲要赏赐土地互阿伯兰的后代，
这个是上帝主动要予伊的。所以有圣经学者安尼咧讲，亚伯兰伫即个约的内面，伊敢若无伊爱做的这义务伫即个中间。所以亚伯兰甲伊的后代，敢若袂去违背即个约，因为亚伯兰伊无对即个破病的动物中间经过，迄是上帝主动甲亚伯兰所立约。亚伯兰得到上帝应允甲赏赐，这个赏赐是对土地开始，赏赐的土地爱有后世来继承，所以土地毋是干那赏赐予亚伯兰一代尔，是需要每一代传承落去。当亚伯兰的心中有疑问，伊直接甲上帝对话，伊毋是干那讲尔。伊嘛有真安静咧听上帝所讲的话。当上帝对伊讲话了，伊就明白，伊就了解，伊就知影讲上帝应允是甚物。总是应允还未实现，伊需要等待。但是亚伯兰伊对心内真正相信，上帝所应允的一定会实现。伫后礼拜是咱过活节，咱教会嘛会举行圣礼典。伫即个圣礼典内面有3位兄弟姊妹要做心灵的洗礼。我想起伫过去每一届，当有人要洗礼也是更新礼的时阵，除了因爱上即个洗礼前的信仰的课程以外，牧师拢会甲因约时间，一个一对一甲因讲话。这个目的是我想要了解因对洗礼、因对信仰的认捌。所以我会问因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想要洗礼？我嘛会问伊讲：你为什么想要伫这个时刻来洗礼，也是更新礼？我毋是要去探因的个人的迄个隐私，我是真正想要知影，因为当我咧甲因对谈的中间，我会当听到上帝伫每一个人生命内面的故事，嘛看到因真正愿意，互耶稣基督成做因生命救主的这个过程，每一个人都无共款，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典嘛无共款。不过共款的是，因愿意伫众人的面前来宣告，而且承认耶稣基督是因生命的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每一届当咱有人要洗礼、更新礼的时阵，当因徛伫台前的迄个时刻，我毋知恁敢会想起家己伫十字架前要承认伊个宣告上帝的权能，宣告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宣告信心咧引带恁的夫妻的迄个时刻。我毋知恁会想起，你伫要洗礼前甲上帝做伙的迄个经历，以及你甲上帝所立的即个约，我毋知恁会想起迄个时刻的。当上帝甲咱每一个人立约进前，上帝就定义要赏赐福气予咱每一个人啊。当亚伯兰还搁咧等待上帝应允，上帝通过约的方式，互亚伯兰相信上帝会持守这个应允的话是真的，而且亚伯兰无怀疑，也是亚伯兰伊知影这个应允会延迟。当迄时伊也无后代，伊需要等待。这个等待是伫上帝计划内面。当这个要承受应允的亚伯兰，伊当伊完全相信的时，伊毋免烦恼迄个应允
也未来的这个问题，因为伊知伊已经有上帝予伊的这个保证伫咧，伊知上帝已经甲伊立约，伊知这个应允会延续到伊的每一个后世代内面。咱对圣经来看，整个规本的圣经来看，伫无共款的时代，上帝对人的应允是无共款的。这个无共款，毋是改变伊的应允，伊改变伊甲咱的承诺，是加上一个新的应允。过去的应允是永远有效存在伫地，新的应允是对新的世代开始。那呢，上帝每一届甲咱人立约，这个约就是上帝主动甲咱所立的约。当这礼拜，咱的受难周；当这礼拜到后礼拜，咱要庆祝耶稣过活的这个节期。主耶稣基督用伊的血甲咱所立的这个新的约。这个新的约是上帝主动所赏赐落来的约，伫新的约内面，咱领受伫一个新的福分。这个福分嘛是上帝要保护咱每一个人，袂咱每一个人陷落伫罪恶的试探甲限制内面。受难周，互咱真正会当安静咱的心，陪伴咱的心。我想，咱爱真实去经历到阿伯兰甲上帝做伙这个约的内面，一直到耶稣基督为咱牺牲所立的这个新的约，伫这中间，咱来了解上帝赏赐咱这个恩典的意义。愿上帝甲咱每一个人，咱有一个双向的沟通甲对话伫咧。互咱毋是来到上帝面前讲话了就结束，是爱来听上帝的声音，互上帝所赏赐的这个福分，上帝所赏赐的恩典，真正会当实现伫你的生命内面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伫你面前，阮感谢你，你听阮，看顾阮，你主动甲阮每一个人所立的约，是要来实现伫阮的生命内面。伫耶稣基督为阮定十字架所留的宝血，就是你甲阮所立的一个新的约。愿阮伫即个新的约的内面，会当看到。会当领受到上帝你的应允，愿这个应允实现伫阮的生命内面，一直到阮的后世代。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。圣诗574首，弥利只有信靠主。弥利只有信靠主，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的信真浅，信靠主就得恩典，时时刻刻信靠主。日子快过着靠主，无论啥事得包围，信靠主就得恩惠。请起立，圣诗574首。弥利是有信靠主，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
下所的包围，心靠主就的恩惠，有主心心很出格，叫我最令我得得，就连错我稳当，心靠主最的逃跑，时时刻刻心靠主。你这块归着雇主，无论下手的包围，心靠主就的恩惠，要躲避他的隐士，路中行行求救的，拄着危险被摇带，心靠主就的应带，时时刻刻心靠主，你这块归着苦主。无论下手的包围，心靠主就的恩惠，谨记是人心靠主，对谁会无也靠主。人袂通你白主，这是我靠主恩赐，这是刻刻心靠主，你这块归着苦主，无论下手的包围，心靠主就的恩惠。请坐，让咱备办心来奉献。
请坐。报告伫报告大声，请咱做伙来读经句，读2解。总是我是空靠上香的，主要顾笑脸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拯救我的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言前。诗篇40篇17节。总是我是空靠上香的，主要顾笑脸我，你是帮助我的，拯救我的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毋通言前。诗篇40篇17节。后礼拜圣工分担，后礼拜是古外节联合礼拜，所以无华语的礼拜。后礼拜的领袖敬拜团司礼黄宏长老、司琴周胜美姊妹、献诗圣歌队司宪李尔伯执事、张义儒执事、交台李尔伯执事、李若雨姊妹、音控施浩轩兄弟、张建传兄弟。后礼拜的查经祈祷会是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，主理是科布斯，司会张金伦执事。后礼拜第2礼拜主理是科布斯，圣经是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题目是惊吓惊讶。启文甲信息，请大家来看。周报第6面，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，耶和华礼拜报名。耶和华礼拜定伫4月15、16，是2天1暝宜兰之旅。已经报名几礼拜报名即马是50几个人，所以邀请大家鼓励大家来踊跃来参加。要参加的到1楼柜台来报名填写。行程伫咧第8面。若是要参加的，当黄宏长老、张恩新执事来交钱。第2，受难日的联合礼拜定伫4月7號按时8點，伫咧教会2樓来举行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。邀请大家备办心来参加。第3，古外节的联合礼拜是后主日举行古外节联合礼拜甲圣礼典。即届的圣餐的奉献对象是立泽简教会。即届的古外节有恢复对社区的到市场唱诗歌甲分礼物的活动。邀请大家礼拜后会当到旧堂边仔做伙来参与来唱诗。第4，本主日礼拜会当到1楼柜台找干事领取2022年度的奉献证明。第5，教会的环境的维护要征求一个清洁人员来负责做教会的环境的维护、垃圾的整理甲厕所的清洁。有意愿的会当问干事。第6，奖学金的办法要定伫4月23號的台语礼拜。名单有国中李志远、李祥浩，高中许伯恩、黄慧乾、许承恩、张信仪、林崇慧，大学吴玉成、吴恩婷、林崇珍、张约典、王恩琪、汪博月、张丁显、李义奇。研究所潘宣娥、陈楚云、张信群。
有一项补充的报告是，后主理有成人主理学，还是暂停一届？甲大家现在报告一项代志，拄则咧补充报告的中间有讲到过偌济后礼拜咱的主日礼拜结束了后，邀请咱兄弟会当伫旧堂的头前，咱做伙将咱教会所准备的这个礼物，要将这个过活的消息来分互经过咱头前，伊是爱去伫菜市啊咧要来经过的人，要互因跟做伙分享这个过活节吼。即个中间，咱感谢礼拜组，伊有制作一个小卡片吼，会放伫要送因的物件内面。这个小卡片呢，正面有图，后壁面呢，有咱教会每一个团契的聚会时间。无需邀请咱若有需要，你会当摕即个卡片去分互你的亲朋好友。邀请伊来参与伫咱的教会活动内面，参与伫团契的聚会内面。所以即个你若有需要，肯定礼拜结束了，后壁咱的招待人员伊还有一阿弟的咱会当摕有需要咧摕去，你会当来看来甲人分享。这是补充报告的部分，多谢。介绍新朋友。今日真欢喜，咱有一位新朋友伫咧咱中间，是卢昭媛姐妹，会使徛起来，互大家小熟悉一下。非常欢迎我们卢姐妹，伊即马已经是基督徒，毋过暂时无固定聚会的教会，所以邀请大家等下会后会使甲咱卢姐妹互相熟悉一下。欢迎你来。这时来的用刷要变诗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因诗线请科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上所大好，听咱亲像囝儿，听咱亲像囝儿，星星关灵甲咱感动，行去大人心内，三位一体甲咱相通，一时到万世代，一时到万世代。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授予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正人之地，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。
咱彼此亲安。